Hello， 各位觀眾啊，歡迎收睇第一集嘅技術分析啊。咁啊，呢一個咧係一個新嘅節目咧，係會不定期介紹一啲咧而家現有一啲嘅新嘅科技，我覺得比較得意咧，咁啊可以介紹俾大家睇啊嘛。有時係平民化，有時咧唔係咁平民化，好似今次第一集咧介紹咧就係呢一個嘅 Intel 嘅 3D three dimensional 嘅技術啊。咁啊，我唔知兩個星期啊片頭嗰段片咧就係兩個星期之前咧呢個嘅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啊打比呢個嘅皇家馬德里對呢一個嘅巴塞隆拿裏面係第一次咧使用到呢個技術啊。咁啊，如片段所見咧，其實呢個技術咧就係將呢一啲嘅運動暫時應用咗喺好多嘅運動方面咧，就將佢哋嘅重播咧可以用立體嘅方法咧去到進行重播啊嘛。呢個就係佢哋個 official website 啊。咁咧見到佢嘅片段啊，咁啊其實已經有咗一段時間嘅啦。咁啊其實唔係話太耐嘅啫。咁啊今年啊2016年嘅年頭左右2-3月咧，咁啊 Intel 就收購咗一間以色列嘅 startup 公司啊。咁啊佢哋主要咧就係做一啲咁樣嘅 3D 嘅技術，咁就再結合呢個 Intel 嘅處理器咧，咁啊轉手賣咗俾好多嘅唔同嘅運動嘅聯賽嘅嗰啲嘅聯盟啦，係啦，咁或者係啲球會啦。咁啊當然咧佢一開始咧就用喺呢一個嘅美國最本土嘅體育啊，佢哋最 popular 嘅咧就係呢一個嘅美式足球同埋呢一個嘅 NBA 啊。咁啊呢一個 page 咧就係你見到佢哋呢一個嘅巴塞隆sorry啊，呢個嘅西甲啊西班牙甲組聯賽咧佢第一次咧去到講俾大家聽啊。咁啊喺呢一場咁重要嘅賽事裏面咧就會有一啲咁樣嘅新嘅系統啊。咁啊就有好多一啲嘅 5K 嘅 camera 咧就放晒喺個牆嗰度啊。咁啊，但係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咁啊，你譬如去睇一睇，如果你跟開 NBA 嘅話咧，佢哋會有一啲咧叫 Intel 3D 嘅 replay， 譬如呢個係 LeBron James 嘅插花傳咗之後咧再入樽啊。咁你可以 demonstrate 到呢個技術咧，有幾咁吸引啊。咁啊，暫時只係俾電視台度做 replay 咁樣，但係唔可以去到否定咧，將來咧有可能咧係會用嚟咧做一啲執法啊，因為基本上佢可以睇晒即係啲人究竟有冇出界啊，喺度幫助呢個嘅球證咧去到判斷嘅。咁啊呢個就係今年3月9號咧路透社嘅新聞啊。咁啊路透社啲消息幾可靠啊。咁啊基本上 Intel 咧就話咧買咗呢間以色列嘅重播技術嘅公司啊。咁啊佢就冇透露金額，但係咧市場咧就話咧呢個以色列方面咧就話咧作價咧係1.75億呢一個嘅美金噶。咁啊簡單啲嚟講咧，佢哋個技術可以令到做到喺個球場上面啦，可以咧第一時間，而家講緊第一時間啦，唔係好似你拍電影咁樣咧，係可以做到呢個 5K 嘅立體嘅 streaming 啊。咁啊，其實以色列咧好多嘅好多嘅好出色嘅企業啊，或者一啲嘅 startup 公司咧，最後都俾呢啲美國嘅大財團去到買咗啊。咁啊，甚至喺 Intel 裏面咧，其實如果大家有即係睇嗰個歷史咁，我可能第時有機會再同佢講啊。好多喺 CPU 上面嘅技術突破咧，都係靠一啲猶太裔或者以色列籍嘅工程師啊。咁啊，呢個係另外一個 topic 嚟㗎。咁啊，但係如果佢收購一啲以色列公司咧，通常都唔係好出奇啊，因為呢個係一個好 common 嘅嘛。一係就瑞典啊，一係就呢一個嘅以色列啦。咁啊，即係呢兩個國家都好多嘅聰明人啦，即係喺科技上面。咁你咪炒咗啊？咁啊講一講咧，究竟呢個技術咧有啲咩用啊？咁啊，你睇翻呢一個嘅 blog 咧，簡單啲嚟講咧。佢會喺唔同嘅場地度咧，會裝一啲嘅 camera。咁啊，譬如喺包括喺呢一個嘅棒球啦，係啦，仲有呢一個嘅跳欄都有噶，跨欄都有噶。譬如睇一睇呢一個啊 ，OK， 係啦。咁啊，你可以見到基本上係360度咧，環繞住嗰個嘅運動員去到轉啊，或者你 focus 嗰個地方啦。咁啊，其實你見唔到個 camera，因為咧佢哋嗰個 zoom 嗰個嘅倍數咧好大啊。咁啊，所以其實裝咗喺牆上面咧，佢可以隨時有唔會係全部嘅，但係有幾個咧係可以隨時 zoom in 同埋 zoom out 咧，去到做到嗰個嘅 motion 嗰個效果啊。咁啊，佢唔同嘅場地咧會有裝唔同嘅數量，當然嗰個場地越大嘅話咧，裝就需要越多啊。咁啊，譬如棒球場可能佢裝28部啊。咁啊喺今次呢一個嘅足球場上面咧，
好似裝咗一共係 total 裝咗38部 5K 嘅 camera。咁啊，但係佢勁嘅地方喺邊咧？就唔係啲 camera 啊嘛，你俾錢就可以買到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咁樣嘅高解像度嘅鏡頭啊。佢勁嘅咧就係咧佢結合咗呢個 Intel 嘅呢一個處理器嘅技術啦。咁啊，令到咧佢可以同步咧去到將呢一啲咁樣嘅數據咧係可以合併啊。咁啊，佢就話咧每一秒鐘啊，係講緊每一秒鐘咧。佢哋需要處理1TB 嘅數據量啊，基本上咧1秒鐘咧就等於221隻嘅 DVD， 咁即係可以講話咧，佢哋嗰個嘅 Intel 嗰個嘅處理器或者佢哋嗰個同咁多部呢一個嘅相機溝通咧嗰個嘅技術咧，先至係最值錢嘅地方啊！咁啊，呢一個咧就一段短片咧講啦，呢一個嘅 camera 點樣去到 work 啊！咁啊，佢就會喺唔同嘅場地度 mark 晒咁多部機啦。咁啊，佢亦都會有一啲嘅一啲嘅位 fix 死咗咧，去即管係減少嗰啲嘅盲點啊。咁啊，呢一你見到咧，呢啲就係嗰啲 Intel 嘅 server 啊。咁啊，佢哋都係用一啲 E5 Xeon 嘅處理器啊嘛，但係當然唔係用一個兩個啦嘛，用幾十個同一時間啊。咁啊，呢個就係嗰個嘅控制台啊。咁啊，可以隨時去到 zoom in。跟住再設定究竟嗰個嘅 3D 嗰個路線究竟係點樣走啊？咁啊，跟住之後咧，再 send 俾咧嗰啲嘅評述員啦。咁啊，再俾當然係俾全世界我哋屋企嘅觀眾啦，係啦。咁啊，大家我諗將來都會越嚟越多嘅地方咧，會見到呢啲咁樣嘅技術出現啊。咁啊〜就係咁多啦，咁啊簡單介紹咗呢個技術，咁啊大家咧如果有時間咧可以上去佢哋個 website 度睇下，咁啊亦都可以咧去到 contact 佢哋嘅。如果你手上有10幾20億嘅話，想你喺屋企裝翻幾部嘅話，咁你見到好多佢哋尊貴嘅顧客啊，呢啲唔知乜鬼嘅總裁咧，全部都係 5 star client testimony。好啦，咁啊今集就係咁多啦，多謝收睇第一集嘅技術分析，我哋下集見，拜拜。